我是蔡阿雄遐尼侪年啊，伊个性我了解啦。你若是心内有啥物委屈哦，你会当甲我讲。你甲王尊定线，好好着顶。我讲爱照大明王尊的规格，伊煞讲安尼医生的憋气，就爱偷工减料。我当时讲我要偷工减料，你是莫插嘴。来，你摕来。亚倒的讲话，一人1分钟，无亚倒的先莫讲。开始。为着要甲大明王尊打出来，就爱照上正版的手路，无就是偷工。无爱用古早的材料，若是用现代科技，也是化学品，安尼就是减料。借问者，即马是要去对找石头挖出来干料？无亚倒的先莫讲啦，继续。你敢有去受逼无？无嘛，简单是着钱，哼！ 1分钟够啊，换我啦！就算讲有法度找人特别生产你讲的迄种材料，迄嘛是现代的材料，不是明朝的。你若准用现代的材料，佮用明朝的做法做出来的物件，都是明朝的高度性。我嘛唔是要做古董啊，我是要遵照上正版的手路，安尼就是心意。卖插嘴，有默契。你讲的生意都是开大钱啊！阿芬啊，小甲讲者，做啥物代志拢爱钱，都是医生上重要，对吧？好啊，无问题。礼拜啊你，我要了，阵咱两人总算是离婚啊！我以后会当较轻松的。结果咧，我搁来恁兜替恁煮饭啊，即马都要替恁做公亲，我今日搁跋肚，我足疼，你敢知？对啊。你莫管，恁两个人，谁要替娘？ 医生敢会当较悬？啊，材料敢会当卖用遮好？哦，阮爸甲嘉庆合作阁真顺利，我收到的头一天就甲我卖拄好，意见卖下，我即马真正感觉真强诶。 后悔，安尼足超过的呢。爱我讲哦，阿雄哦，根本就是白目欠妈啦！啊，叫想讲全世界我得着伊玲珑西，啊，恁查甫人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咱查某人啊，做到要死要活，唔知影感恩啦，啊，较袂着就讲歹听话。 全世界的查某人根本就拢是渣男呐！啊，我渣男哦！妈，你这叫做演啊，很好。免家己对石班的迄种怨恨哦，家己阮其他查某人身躯啦。譬如讲，我就唔是伊款的人啊。啊，即马是咧讲阿一无你的代，你点点就好哦。好啦，来，一盘本店的招牌杭州班。 你若是食了，等你涂骹打1下、2下、3下，一半免你钱。啊，啊，现在做要安尼做咧？你咧发泄啦！啊，现在做要安尼甲石板对开咧？因翁叫石板，啊，伊咧？走路啊，走到唔知影啦。